你可唔可以下面嗰度轉過去啊？可唔可以唔經西入去？成績宣佈，女子丙組200米個人4式決賽成績，第一名郭柔林大輝，成績係2分44秒43；第二名詹旭 Lam Year of Canadian College， 成績係2分57秒25；第三名呂柏如啟藝，成績係3分21秒03；第四名馬 Hanyin of Canadian College， 成績係3分29秒22。第五名梁日林培基，第六名黃子柔體藝，第七名黎漾培僑，第八名謝卓林林大輝。請以上頭4名同學帶俾學界正導師領台領獎獎牌。1分17秒51轉時。我係啲肌肉係完全唔會咯，係個氣問題咯。我係冇咩意思㗎，我係講唔到嚟㗎啦。我真係爭窒息啊！啱啱就係之後，前排耐啊！我哋前咗剪落去，跟住我係咁上唔翻嚟啊！啲大蛙手前咗落去。1分58秒77。嗰陣時搞到我轉手連2分38秒51。